大武仑的山坡出现着一块一块物体，亲像是透明的肉丸，这到底是什么生物呢？专家讲，这就是果冻水母。一阵海鹰爬起来，来看卖啊是什么物件，互海鹰冲起来山坡。这也是啊。这是什么呢？详细看，透明当然对个 QQ， 是那类海底肉丸，还是上食不了的果冻呢？这叫什么？果冻水母，你这样抓，这样就碎掉了哦。对，它就是水，它100%是水啊。到底是果冻还是海体？最近基隆大武仑的海沙坡出现这一丸搁一丸的物件，用清水甲呛呛咧。这就是伊的路产真面目，透明 QQ 亲像果冻共款。当地民众老神在在，讲若是风台要来，或者是水温度较悬的时阵，凊彩湖拢是这个果冻的海体。敢有人咧食？这无啦。其实这个果冻海体以正式的学名合作，维多利亚德讲发光海体。名是真好听，也毋过唔通凊彩摸。虽然海体红冲上翻时阵，手拢已经断了了啊，也毋过伫海底，伊袂输是一蕊有毒的大刺玫瑰。把它扯掉之后，立刻就会有红肿、刺痛。它其实是有弱毒性，所以也不建议民众看到它的时候尝试去摸、去触碰它，还是跟它保持一定的距离会比较好。专家建议讲，若是要去海边游水，上好也是穿迄落会当保护骹手的游泳衫，避免去互有毒的海体攻击。虽然伊看起来对咱未造成伤害，也毋过若好拍到，就真正会害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